地人在地情来受晒婚龄北港这位艺师王雅琴，平常时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但是只要接到神明的旨意，就会甲太太做伙来做这个纸糊的神像，献给神明。王雅琴讲，因做神像是为众神的服务，所以敢若送，无咧卖。 古早的工艺师傅王雅琴甲伊太太做伙做神像，伊是北港镇一个充满故事的工艺师。伊平常时是上班族，毋过只要甲神明结缘，伊拢会做送人。看人咧北港装艺团咧顾将军啊，我当去啊看，讲无你就来做伙来顾啦。我人去做纸塑神像啊，用纸做，厚纸板啊，创新啊，做神像安尼啊。 利用下班时间豆豆仔做，虽然讲这个过程有时阵爱超过半冬，毋过伊认为讲为神明服务拢袂忝。妈祖婆吼，就互我一个灵感啦，讲我着去大叶厝，去大叶那个地方啊，去接触在公庙安尼啊。虽然传统的工艺是愈来愈少人咧传承，毋过依然有一群艺师发挥因的手艺，互更较侪人欣赏到传统的艺术品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